安健康有新嘅精神。嗱，兄弟姊妹們，你看前面有條七嘅路，嗱，世間呢啲設計啲很多路，七路、邊路，也有各樣嘅路，也有，但係耶穌2000年前嚟到世間其實講，在一個約翰福音14第6節樣講到，耶穌講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係冇通過我。冇人能進到天阿爸，乜意思呢？係講聽耶穌嘅路，一定要真理路，要道路，要生命路，能進到天阿爸。嗱，即個攏種人啊，在世間裏啦，都係潛死嘅。日後即個係離開呢個世間，係講即個日下離開呢個世間，即個嘅靈都唔有呢個方面，即個嘅靈去進到天父當中，即個係聽得主耶穌嘅路。因為耶穌開了路，不攏種人能進到天阿爸，意思進到天家嘅的。嗱，啲家都講到時間日後過世嘅，在世間你人乜嘢呢？在世間你熱養耶穌，熱養嘅真理，教設家要嘅平安路行，要嘅喜樂路行，要嘅和平路行。聽耶穌嘅路，你知道設家嘅家庭能夠得到順利嘅路，得到和平嘅路喺家庭度。但係呢，因為耶穌嘅路喺真理嘅方面，要教設家行到好嘅，阿薩設家要謙卑嘅心，就嘅命令，就嘅路嚟行，設熱天一個家庭行到順利，一個子女子孫也行到順利，因為耶穌嘅路都係真理路。嗱，即係對於攏種朋友家嘅方面，也熱天得到好嘅路。但係呢，耶穌嘅路熱天要愛嘅路，要和平嘅路，係心中你要愛嘅路，即係責任裏能夠要責任嚟嘅心，能夠要責有忍量嘅心，相信忍量，相信寫。嗱，呢就係耶穌嘅路，實際係很生世嘅理合，每人聽一路，熱天得到嘅平安快樂嘅路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